公子的那位，你用咩人来讲？关王爷，王公子无依无吧，身战重平，以上你带几对关王庙。三郎此意万金归呀，乃是苏公俩苦催呀，已经得定，你心先啊，到你面前，谁顾啊为呀？苏三姐，苏三姐，你做唔得去，你留下那去为本王把天后发现嘅。唔讲啊！苏三姐，你唔使担心，留下奉天必照顾王公子，平安不夜，大家都休息咧，陪你再跳跳来去请王公子。金哥，多谢你。唔是人爱说车，俺是王公子1年前正出爱20中原，俺们嘅听也唔会好。王公子今日嘅太恩人，也就按到好人有好报。望天必有三乐，平安无事。三郎，我去老二强太傅，马上的王八老天婆。王老，你是在讲呢？我不见了，总算是看清年轻的人了。有同处，你今日来看我，可见你对我情深似海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你还是家家转喜吧。三郎。
玉同村，那唔加爱王金龙，爱王金龙就一生不弃，那要搬机家法，爱死无终身之地。王老，此事听从嘞。三姐，三郎，苏三姐，茶凉来嘞。茶凉，兄爱，请王天去请嘅。王天，来了位，有22月，本日带在身边，本日做也一路回家嘅盘会，此去路途遥远，你唔好唔记得照顾你家公子需要嘅，晓得？玉同村，你爱定爱，爱转去了后，一定好好劝托圣贤，托起公庙，再来养起你身份。三郎，三姐。蒙山平爱脚出门，苏山下全部门。天意春夜来多次，高爱小鸟同村，鸟家同村。俺老五讲，这件事情就按娘答应下来。对，就照按用判。神太也多。神太呀，你哋参详都用办啊？我哋你讲嘅爱豆答应你啊？答应我了呀！系啊系啊，哎呦，不过神太呀，别下苏山。在经上，大家都兴记玉同村。底下玉同村的价钱，6、1年前苏山的价钱是无穷样嘞。好，这钱婆你讲看啊，要几多钱？多少钱？你老相识12000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！冇问题呢。2元票你先数起来，哎呦，多谢神太呀！来了下就爱带玉同村走。哎，神太呀，苏山把你带走是冇问题哦。不过两件事情不能不玉同村的，我按中进行。错，你要想一条漫天过海的好计呢。王八天破鬼计哟，苏山欢喜在心中，只说山龙多干燥，乃第一马多风头。我不经上回家门，带准千年玉堂村，家中多爱年中大，喜多爱挑喜五分，喜多爱挑喜五分。夫人，夫人。夫人，
沈叶林，你也在太祖国。夫人先望苏叶唐存吉一年。苏三弟弟他年轮，三天之外出京门，应该想给来应付，免得老爷记悔恨，免得老爷记悔恨。看起来，也个年中当，玉中桥的出头，老爷怎会细心？安尼咁好，你放心，小人嘅花喜做，这含夹起，晓得。山嘛，春金枝，苏珊，太夫人今日当寺庙拜宴，家中各家同埋乡都送一碗羊肉面，第二碗是你的。春金枝，半路儿太爱向太夫人说家，爱讲小事，人体羊肉会出手。多谢春金枝，记得讲小声啦。苏珊嘛，太呀，苏珊，当初我真经是一片诚心，我托你转来做社家，马萨迪屁事让我暗示生，真是不一苦你嘞。
你的两家就奉行的啦。哎呦，哪位来个羊肉面啊？暗香哦。迄太夫人喊纯金调拨爱说的，爱听下唔可以呀。诶，你夫人家今年有冇按好心啊？会丢了面拨你食。苏珊嘛，乃拄好转来都市轻摇啦。既然你冇爱事，本爱食好冇啊？太阳你墙边。苏珊，爱对你懂欠爱，不过你一定爱相信爱，是真心对你的。你下屁事唔猜了，你本爱难一下，你本爱难一下，我一定爱好好痛下你，你本爱难一下啦。太阳，本爱难一下就好。太阳唔好，够了，够了。唔好。按太上，太夫人，太阳唔定用办，佢说的，佢外面了后，就点提起来。上长老爷，你也敢给面中病痛，人家有病一关有给逃离，来人呐！夫人何事？苏珊太胆，也敢扑死老爷，一下将其捉到衙门面前见太爷。遵命。